一個又平又實用嘅藥，調理3種常見疾病。佢咧就係藿香正氣口服液。你冇因為佢平就睇唔起佢。佢唔單止可以解表化濕，仲可以治療3種疾病。第一個就係急性胃腸炎，一食凍嘅嘢咧就屙肚，屙出嘅大便咧好似水咁啊，又有肚痛，一日咧跑5-6次廁所，仲伴有惡心嘔吐。呢種咧因為寒濕飲食不潔引起嘅急性腹瀉，就可以攞藿香正氣口服液嚟調理。第二個咧腹脹腹痛，平時食飯咧冇咩胃口，食啲嘢咧又唔消化，仲出現咧腹脹腹痛、嘔吐等症狀，大便咧唔成形黐馬桶，呢個可能係脾胃虛弱兼有濕滯引起嘅，亦都可以用藿香正氣口服液嚟調理。第三個就係咧咳嗽咳痰，平時經常咳嗽，喉嚨入邊痰特別多，就覺得咧咳唔晒，咳出嚟嘅痰咧又白又結，呢個多數係外感風寒引起嘅痰濕來停，呢個時候亦都可以用佢嚟調理。呢3種藿香正氣口服液嘅使用方法，你都學識未啊？